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8篇，撒母耳记下卷21章第1节到14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3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增加的爱。扫罗王虽然是上帝所拣选设立的以色列王，但是呢，到后来呢，他就变成了我行我素。他不但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更是自以为是，更是呢非常的凶恶血腥的。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下卷21章第1节到14节记载的扫罗王想要灭绝基遍人的意图，就造成了以色列人遇到了3年的大饥荒，因为他的凶残使得上帝发怒。今天的经文记载了大卫王他想办法来弥补扫罗王所犯下的错误。大卫统治期间曾有严重的饥荒，整整3年之久。大卫为了这事求问上主，上主说，这是因为扫罗和他的家族犯谋杀的罪，他杀死了基遍的居民。基遍的居民不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亚摩利人中的一小族。以色列人曾经跟他们立约，要保护他们，但是扫罗想法子要消灭他们，因为他偏爱以色列和犹大人民。大卫招来基遍人，对他们说，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？我愿意弥补你们以往所受到的迫害，好使你们为上主的子民祝福。他们说，我们跟扫罗家的争斗不是金银所能解决的，我们也不愿意伤害以色列人。大卫问，那么你们认为我该为你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说，扫罗谋害我们，要消灭我们，不让我们在以色列有立足之地，所以请你从他的后代当中交出7个男丁来，我们要在基比亚和上主面前把他们悬挂起来，就是在上主选立为王的扫罗的家乡吊死他们。王说，我会把他们交出来。大卫王因为曾经跟约拿单有发誓过，所以留下约拿单的儿子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，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为扫罗所生的2个儿子亚摩利和米非波拉交了出来。他把扫罗的女儿米拉为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5个儿子交出来。大卫把他们交给基遍人，基遍人就在山上，在上帝的面前吊死他们。这7个人一同死亡，他们被处死的时候刚好是晚春，开始收割大麦的季节。扫罗的妃子艾雅的女儿利斯巴，在靠近尸体的地方，用麻布在磐石上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子，住在那里。从开始收割大麦一直降秋雨的时候，白天不让飞鸟停在尸体上，晚上不让野兽走近。有人把扫罗的妃子利斯巴所做的事情告诉大卫，大卫就去把基列，把这个亚比，把这个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尸骨搬回来。非利士人在基利波山杀死扫罗那一天，把他和约拿单的尸体挂在伯山的广场，亚比人却把尸体偷了去。大卫带回扫罗和约拿单的尸骨，
也收敛了那7个被吊死的人，照着王的指示，他们把扫罗和约拿单的尸骨葬在便雅悯境内的喜拉，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上。他们从此以后，上帝就垂听他们为国家的祷告。大卫的作为弥补了所罗门王所犯的错，扫罗王的错。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基督徒应当要彼此相爱，而他们受教后生活得到了改变。保罗形容他们的爱一直在增加当中，因此保罗就为他们高兴，也因为这样子为他们来感谢上帝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3节到12节这样的记载：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该常常的为你们感谢上帝，这是当然的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大有进步，彼此相爱的心也大为增进。因此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面夸耀你们，你们经历了一切的迫害患难，仍然相信，仍然忍耐，这就是我们所夸耀的。这正是上帝公义审判的证据，为要使你们配得享受上帝国的福泽。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国度继续在忍受苦难。上帝要执行公义，他要使那一些迫害你们的人遭受患难，他要使你们这些受苦的人跟我们一同得到释放。主耶稣和他大能的天使从天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，上帝要执行这件事，他要惩罚不承认他、不听从有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些人。主再来的日子，那些人要受惩罚，永远灭亡，从主面前被隔绝，离开他荣耀的大能。在那一天，我要从信徒们得到荣耀，并受他们的颂赞。你们要在他们的行列中，因为你们相信了我所传的福音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，求我们的上帝使你们不至于辜负他的呼召。愿他用他的大能来帮助你们，实现一切向善的志愿，成为你们凭着信心所做的工作。这样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会从你们得到荣耀，而你们也要从他得荣耀。这是借着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来的，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。不但要彼此相爱，更要使爱能够得到增长，使上帝高兴，并且能够荣耀主名。诗篇98篇，要向上主唱新歌，他行了奇妙伟大的事，他以大能和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。上主宣布他的胜利，向万国显现他拯救的能力。他谨守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，以信实和不变的爱待他们。全地的人都看见了我们上帝的救恩，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歌唱，要用诗歌高声颂赞他，要歌唱颂赞上主，要弹竖琴颂赞他，要用号筒和号角，在上帝我们的王面前欢呼。呼喊吧，海洋和其中的生物，歌唱吧，大地和地上的万物。江河要拍掌，群山要在上主的面前一同的欢唱，因为他要来治理普天下，他要以公义来统治世界，他要以信实来对待
万民。恳求慈爱的主，使我们能够领受呼召，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诫命，来实践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，而且要更爱上帝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